啱啱睇完嗰幾條花絮啦，產品 cafe 品牌數據，每一條其實都會有一段 prompt 公式寫出嚟。我全程冇開過任何嘅剪片軟件嘅，好似呢條品牌以前睇到嗰條啦，一個網址 digitalanson.com 就係我嗰個品牌網站啦。佢自己讀完成個網站，諗好晒成個 flow 係點樣，特效係點樣，佢幫我講翻個故事出嚟 ，run 翻片出嚟。你可能會問同傳統嘅剪片軟件有咩分別呢？以前用 Premiere Pro 啊 ，After Effects 講每一個數，又要重新 run 個 save 完 run 出嚟，點都可能要一段時間。但係 HyperFrames 勝在佢係一條片，其實係一版網頁，你改咗個數，佢就即刻改變㗎啦，唔使逐格砌，唔使再等 render 嗰個時間等太，仲可以咧一條 prompt 甚至咧都可以批量做一堆片出嚟。前提你要個 prompt 打得好啦，呢個就係佢同傳統工具咧最大嘅分別就喺度啦。AI 咧雖然進步咗好多啦，一日千里，係咪人唔需要再寫 prompt 去自動化？其實唔係嘅，我今日仲覺得咧真正揸主意嘅指揮官咧其實係人。我今日咧用經驗話俾你知，同一個工具就算你打唔同嘅 prompt 出嚟嘅效果都可以參天共地。所以呢條片咧我就認真測試咗，究竟要點樣寫 prompt 先可以用 HyperFrames 呢個工具咧發揮到淋漓盡致嘅表現啊！我建議你由頭睇到尾，每一分鐘都係精華。今日我教你唔係步驟，我之前講過啦，心法 prompt 係一種思維，呢套心法係非常之重要。4樣嘢啦，網站、PDF 檔、官網、Excel， 就算你輸入咗去 HyperFrames 度咧，全部都可以變到優質嘅片。嗱，點樣將 HyperFrames 呢個 software 咧，其實去翻 GitHub 打開呢條連結之後咧，你見到有好多嘢喺度啦。咁其實只需要咧去翻 Codex， 好簡單入翻呢條 link，paste 翻呢條 link 上去，就同佢講你幫我安裝呢個 skill， 咁佢咧就會自動搞掂。其實 Claude 都冇問題嘅，揀翻你自己喜歡嘅平台就 OK 嘅啦。大家都遇到一個問題，就係我有好多 PDF、Excel 官方網站，我好想將佢變成一條短片。以往嘅做法係點呢？你又要將佢抽取出嚟啦，開剪片軟件啦，放入去啦，搞一大輪特效，做條短片呢都花嘅時間都唔細嘅。其實 HyperFrames 咧就省卻咗呢啲步驟，你只需要掉呢啲 PDF、Excel 官方網站入去，打翻啱嘅 prompts 咧，係打翻啱嘅 prompts，呢個係重點。咁你就可以咧生成一個幾見得到人嘅短片。咁我咧就研究咗好耐嘅，咁我歸納咗咧某一啲心法或者點樣寫 prompts 先係出到最比較好質素嘅短片啦。好啦，譬如各位中小企老闆或者 marketing， 你哋需要咧為個網站做一個短片介紹下咁樣，咁其實呢個 HyperFrame 嘅功能都會幫到你哋。咁啦，我就用咗2個版本去做。第一個版本咧就比較簡單啲個 prompt， 你見到我就講分析 digitalanson.com， 即係我自己嗰個網站啦嘅定位同埋大綱，簡單一句嘅啫。請用 HyperFrames 整一條10秒9:16嘅直向短片啦。咁標題 logo 彈入，配輕快背景音樂，淨係咁嘅啫。咁你見到咧佢都會諗好多嘢啦，幫你配樂啊，點樣剪啊，一啲技術性嘅嘢咧，佢都一次過會幫你搞掂。咁佢搞好咗之後咧，會直接出個出嚟噶啦。好啦，咁咧我就計咗咧另外一個比較 detail 啲嘅 prompt， 咁見到個成品咧出嚟嘅效果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啦，仔細啲啦。咁個 prompt 我打啲咩咧？分析 digitalanson.com 嘅定位同大綱都係呢句嘅啫。咁但係我會加多咗一樣嘢，就係嗰個專家，第一位專家係國際品牌分析及宣傳專家，分析成個網站嘅架構同埋內容啦，決定用乜嘢畫面、乜嘢文字呈現翻宣傳品牌呢個 level 啦。第二位專家係國際宣傳創意媒體導演，擅長特效啊，一啲轉場啊、畫面線條啊、音樂啊，咁就叫佢用 HyperFrames 咧，用整一條20秒都係9:16嘅直向世界級專業短片。根據你嘅分析，用咩畫面啦，用咩文字，用咩特效，用咩轉場，配輕快嘅音樂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打完呢個 prompt 之後咧，出嚟嘅質素的確係比較貼近我心目中嘅效果啦，亦都係喺短時間之內嚇，唔需要太多嘅剪接技巧，唔需要開剪片軟件，就一個網站喺 Codex 裏面咧，或者 Claude 啦，你自己可以用翻 Claude 都得嘅，就搞掂晒㗎啦。點解咁神奇嘅？你可能會問點解唔使剪片？因為 HyperFrame 其實就唔係剪片軟件嚟嘅，你寫嘅其實係一版網頁，流程好簡單，寫曲排版加 animation 動效，用瀏覽器 Chrome 逐格圖 export 成為 MP4， 你改嘅數字條片即刻會改，唔使重新拉時間軸，就係因為咁 AI 寫得到咧，佢嘅本質其實就係寫曲嘅啫。秘密2 PDF 轉影片，手頭上咧有一份公司嘅 PDF 啦，或者 marketing 嘅 proposal 簡介咁樣，咁你好想咧將裡面嘅相抽出嚟，整喐佢加啲特效，轉一
轉長咁樣。咁其實呢 Hyperframes 真係可以幫到你嘅。好，咁我就模擬咗一個生意啦，貓 cafe 嘅宣傳品牌一個 PDF 咁樣嘅。咁我而家喺 Codex 嘅畫面呢，就 attach 呢一份 PDF 檔，打指令就係咁樣寫嘅。我提供咗一份 PDF 啦，請用 Hyperframe 整一條20秒嘅1920x1080專業國際級商業宣傳片。請你分析咧呢份 PDF 嘅內容咧，究竟係乜嘢鋪排嘅影片啦？請用雙專家機制啦。第一位專家就係國際級品牌導演，擅長將 PDF 拆解轉做影片，作出詳細嘅鋪排同埋分工嘅。咁呢個係重點嚟嘅啦。第一位專家，第二位專家咧就係聲效、畫面特效專家啦，了解每一張圖片背後嘅脈絡，然後作出咧合適嘅特效同埋聲效，邊個畫面咧係最靚，show佢出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就叫佢將圖片傳起嚟啦 ，cut 落嚟啦，咁有大概4-5張相左右，每一頁就4秒順序咁樣嘅，咁我就會生成到下呢一個片噶啦，咁可以大家睇睇。好啦，第三個 case 咧就示範呢個真實購物網站變做產品影片呢個過程。之前示範咗一個形象官網變宣傳影片啦，咁而家試一試真實產品。我揀咗 instant360.com 呢一個網站，香港網站最新嘅5件產品整成1:1真實高質感產品國際級宣傳影片，10秒嘅啫，9:16。咁段落之間有切換特效啦，動效你自己揀。要俾我睇咗 review 先，我先出最後嘅成品 render 條片。所有產品咧必須用真實嘅圖片去生成啦。但係嗱，你睇睇個結果，呢個係用 Prompt 1第一個版本嘅指令去生成嘅。咁你見到咧並不是用真實嘅圖片啦，同埋嗰個文字啊，所有排版都冇咁靚嘅。佢係生成到一條短片啦。咁試一試第二個指令，我覺得都幾大分別啦。用完之後，其實打翻嘅嘢咧都係差唔多。而家都係喺一個 Codex 版面，我用第二個任務、第二個 session 視窗去做嘅。咁其實最大嘅分別咧，同樣嘅 prompt 我後面加咗咧，可以用第一個雙專家機制啦。第一個專家咧就揀咗國際品牌宣傳專家，每一個版面放乜嘢文字幕，放乜嘢圖片去呈現咧品牌表達最好嘅視覺效果。咁我叫佢諗咗呢樣嘢先。第二個專家咧就係淨係負責咧視覺特效專家，用乜嘢特效啊，用乜嘢字體啊，點樣發光，點樣轉場先係最好。咁我分開兩個部分嚟做，叫佢去諗嘅。好啦，咁播翻第二條片出嚟咧，嗱你見到成個第一佢用咗真實嘅產品圖片啦，第二字體靚咗好多，同埋過場都靚咗好多。咁其實我見到個指令上咧，你只要改一改咧，就會爭好遠噶啦個效果。所以咧科技係會不斷進步，但係人都要識諗去點樣去優化 AI 嗰個發揮最大嘅效能啦。嚟到重頭戲啦 ，Hyperframe 究竟可唔可以咧將 Excel 轉做影片啊？好多數據、好多 table、好多比較，究竟可唔可以抽取裡面嘅精華，展示呢個影片出嚟呢？ Excel 咧，我就今次用示範咧2026年全球最多人下載嘅 AI 應用程式啦。咁呢度你見到個比較喺度嘅個總量啊，個數字啊。第二版咧有中國區同香港區嘅格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去翻 Codex upload 翻呢個 Excel 嘅表格啦，指令打請用 Hyperframes。IG Follow Cardboard 同埋 Data Chatbot 呢個功能，將呢組數據咧整成一條20秒9:16嘅資訊圖卡片影片啊！我都係先 preview 再出片啦。呢份 Excel 入邊咧有幾個 tab， 揀選你認為咧最適合嘅資料 present 出嚟，唔好遺漏。我建議咧你先做一個分析資料篩選專家，第二個專家咧就係圖像視覺化專家。究竟你用咩方式咧去呈現俾觀眾睇咧？係比較啊、總結啊定係分析咧？咁我就問佢問題，再去叫佢諗咁樣。好啦。咁咧個結果係點咧？大家可以睇一睇啦。嚟到結尾 ，Hyperframe 所有嘅心法咧，我都話晒俾大家知啦。實測咧需要大量嘅時間同心機啦，咁 AI 只會越嚟越新，越嚟越好嘅啫。大家如果想 keep 住 update，記得 follow 呢個頻道同 keep 住留意我嘅片啦。下期見，拜拜。